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不行，我。顾海，真的特想。哎，你别这样。英子，你脚怎么了？你说呢？白天某个人贩驴给我踢的，疼吗？废话，你磕下试试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爸在外边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亲，不然我心里过不去。哎呀，我逗你玩呢。我不疼，我平时一直磕磕碰碰的，不碍事。你快点起来。哎，顾海。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对你哥们儿那样。但是英子，我确实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我心里特没安全感。你要是能给我一个确定答案，我不会这么折腾的。你还有什么安全感呀？你天天在我家白吃白喝还不够，还得求个心安理得呀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不行，我。顾海，真的特想。哎，你别这样。真的特想。没这一天。你要想从这儿得到安全感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全感。英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你在一起的。我也是个正常老爷们儿，要是为了这个，我干嘛不找个女的呢？我呀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，才控制不住。其实啊，你在我心里特干净，我特舍不得碰你。顾海，我们俩都是男的，我能和你做的，也就到这份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两难说，你不觉得特矫情吗？矫情我也得问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一点点动心呢？睡觉。你呀，承认一下，会掉2斤肉啊！你丫还知道还问什么？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，赶紧穿衣服，杨猛来了。哎呦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和他过不去了。我知道了。快点。银子，白洛伊，银子，来了。看什么看？你俩一直住一块儿啊？快2月了，你不是不喜欢和别人睡一块儿吗？他没地儿去，我能咋办啊？凑合一块住呗。啥？哎，就是他，你后爹的儿子，那个少将的儿子。那是你妈和他爸结婚，还是他妈和你爸结婚啊？你说呢？当然是我妈和他爸了。那他跑你这儿来干嘛？这不符合逻辑。他和他爸不和，我和我妈不和，然后就这样了呗。啊？
好好。天儿越来越冷了，你看阿郎越来越大了，回去都给他洗洗澡吧。回去你给他洗吧。忙得不顺，哎。来，阿郎，阿郎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嘿嘿，你看呢？阿郎。哎呀，不是打什么？你打。英子。啊？你看。挑个时间啊，把事办了吧。你以为结婚这么简单？我不是替他俩着急吗？你急什么呀？他俩过上人世界啊，你就成电灯泡了。到时候我们俩回小房子过日子去，多好。哎，好了，走，别装傻子，我们走好了。爸，结婚吧。什么？结婚吧。英子，爸现在结婚不合适吧？你跟我都过了10几年的苦日子了。现在你让我把你撇在一边儿，爸觉得对不起你。咱们爷俩呀，没有谁对不起谁。我不是也折腾了你10多年了，您呀，也该有一份新生活了。银子，爸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永远都是你。您也甭矫情了，说到底啊，是我嫌您了。您要是一结婚，我就彻底自由了。来，闺女，把你们招好了。哎，菜来，菜来，还有一个菜，还有菜，还有菜。哎，好，菜齐了，来，各位，各位，来，恭喜，好好，谢谢啊！哎，几位人，恭喜恭喜啊！好，谢谢谢谢啊！随便吃啊，随便喝。中间得叫爸爸了啊！这样一个，这样一个，看样子得给红包是吧？给红包，来，啊，嫌少了吧？哎呀，红包少，得多来几个，全给他了，全给，叫一个，大声点。爸爸，哎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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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来，干了，哎呀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俩交份子钱了吗？英子，恭喜啊，英子！没交份子钱的人喝酒。恭喜，恭喜！干杯！喝！干杯！